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乖乖喝姜黄茶，期待能睡得更好，身体更轻松，结果呢，还是半夜3点醒来，翻来覆去到天亮，膝盖依旧隐隐作痛，早上起床依然全身僵硬，感觉比睡前还累。你开始怀疑姜黄真的有用吗？还是只是又一个网络谣言？让我告诉你一个惊人的事实，超过80%的人在使用姜黄时，吸收率不到1%。也就是说，你喝进去的那杯姜黄茶，几乎全部都被身体排掉了，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不是姜黄的问题，而是你用错了方法。姜黄素这个被科学证实能抗发炎、帮助睡眠的天然成分，它有一个致命弱点，它非常难被人体吸收，就像一把锁住的宝藏，如果你没有对的钥匙，再珍贵也打不开。所以你感觉不到效果，不是因为姜黄没用，而是因为它根本没有进入你的身体。想象一下，你的血管就像一条条道路，姜黄素就像一台货车，想要把修复的物质送到你疼痛的关节、紧绷的神经。但是如果这台车连大门都进不去，怎么可能送达目的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喝了几个月的姜黄，依然失眠，依然疲劳，依然浑身不对劲。请听到最后，如果错过，你可能永远睡不深，永远觉得累。今天我会用科学的方式，教你5个让姜黄真正发挥功效的睡眠妙法。这些方法不需要昂贵的保健品，不需要复杂的步骤，只需要你愿意用对的方式对待自己的身体。从今天开始，你会知道怎么让姜黄真正进入你的细胞，怎么让它帮你修复、发炎、放松神经，进入深层睡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这趟改变睡眠品质的旅程。在我们开始之前，我想知道你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的所在地。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也欢迎随时提出。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通知，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对健康有帮助的重要资讯。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收看这支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打1。如果没有，请打0。现在让我们慢下来，好好理解一件事：为什么姜黄这么难被身体吸收？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姜黄的错，而是大自然设计它的方式。姜黄素有一个特性，叫做疏水性。简单来说，就是它非常怕水。我们的身体70%都是水分，肠道、血液里都是水。所以当姜黄素进入肠道时，它就像一颗油滴掉进水里，无法溶解，无法被吸收。更糟糕的是，就算有一小部分姜黄素成功穿过肠壁进入血液，你的肝脏会立刻把它当成外来物，迅速代谢掉，排出体外。这个过程快到你根本来不及感受到它的好处。想象一下，这就像你辛辛苦苦把一辆载满货物的卡车开到城门口，结果守卫说：“不好意思，这台车不能进来，车子只能原路返回，货物永远送不到需要的地方。”你的关节需要姜黄素来消炎，你的神经需要它来放松，你的大脑需要它来降低焦虑，但是它们全部被挡在门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每天喝姜黄水，吞姜黄胶囊，却感觉不到任何改变。不是姜黄没效，而是你的身体根本没收到。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只要用对方法，你可以让吸收率提升20倍，甚至更多呢？接下来我要教你的每一个方法，都是经过科学验证，真正有效的开锁技巧，让姜黄不再只是一罐放在厨房角落的粉末，而是真正能改善你睡眠、修复你身体的黄金钥匙。如果你半夜因为关节疼痛而睡不着，先别急着吃止痛药。有一个古老而有效的方法，可以让你从外而内地放松，
而且完全不需要吞任何药丸。这个方法叫做姜黄热敷。你可能会想，敷在皮肤上有用吗？不是要吃进去才有效吗？让我用科学的角度告诉你为什么这个方法有效。姜黄素是一种非常强大的抗发炎成分，它不只能透过消化系统作用，也能透过皮肤渗透，直接作用在疼痛发炎的部位。当你把姜黄膏敷在膝盖、肩膀、下背部这些疼痛的地方，姜黄素会穿过皮肤表层，进入深层组织，帮助减少发炎反应，放松紧绷的肌肉。更重要的是，热敷本身就能促进血液循环，让更多氧气和养分送到受伤的组织，同时也能刺激副交感神经，告诉你的身体现在可以放松了，可以休息了。这就像是在睡前给身体一个温柔的拥抱，让疼痛慢慢退去，让紧绷的神经逐渐松开。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材料准备：姜黄粉2汤匙，老姜粉1汤匙，橄榄油或椰子油少许，前进的纱布或就毛巾。制作步骤：将姜黄粉和老姜粉混合在一个小碗里，加入一点点水，搅拌成浓稠的膏状。在要敷的部位先抹上一层薄薄的油，保护皮肤。将姜黄膏均匀涂，抹在疼痛的地方，用纱布或就毛巾覆盖，避免染色。敷20到30分钟。重要提醒：姜黄会染色，所以一定要用旧布或不介意被染黄的毛巾。敷完后用温水和肥皂清洗前进。这个方法在科学上是有依据的。2018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姜黄外敷能显著改善膝关节疼痛，效果甚至不输某些消炎药。试试看，今晚在睡前敷一次，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伴随着温热的舒适感，慢慢进入梦乡。这不只是缓解疼痛，更是一种睡前的仪式，一种告诉身体该休息了的信号。热敷确实能让你感觉舒服很多，尤其是在睡前，那种温热的感觉能让紧绷的肌肉放松，让疼痛的关节得到暂时的缓解。但是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光靠外敷只能舒缓表面，真正的修复在体内。想象一下，外敷就像是在房子外面浇水降温，虽然能让表面凉快一点，但如果里面的火还在烧，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真正深层的睡眠修复，需要姜黄素进入你的血液、你的细胞、你的大脑，从内而外地降低全身的发炎反应掉整神经系统，让你的身体真正进入修复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我要教你的方法，会着重在如何让姜黄真正被身体吸收，因为只有当姜黄素进入你的体内，它才能降低大脑的发炎反应，减少焦虑和失眠，调节褪黑激素和血清素的分泌，帮助入睡，修复受损的细胞，让你的身体在睡眠中真正恢复。外敷是辅助，内服才是关键。而内服的关键就在于你有用对方法，让姜黄真正进入你的身体。准备好了吗？接下来这个方法会让你的姜黄吸收率提升20倍。一撮黑胡椒能让姜黄的功效提升20倍。这不是夸张，这是经过严谨科学研究证实的事实。你知道吗？黑胡椒里有一种成分叫做胡椒碱，它就像一把专门为姜黄设计的钥匙，能打开肠道的吸收通道，让原本被挡在门外的姜黄素顺利进入你的血液。更神奇的是，胡椒碱还能减缓肝脏代谢姜黄素的速度，让它在你的身体里停留更久，发挥更长时间的作用。想象一下，姜黄素就像一辆需要通关的卡车，原本守卫会把它挡在门外，但是胡椒碱就像一位熟练的锁匠，帮助它穿过长壁，
进入血液，送达目的地。除了黑胡椒，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健康脂肪。因为姜黄素是脂溶性的，它需要油脂才能被溶解、被吸收。如果你只是把姜黄粉加进白开水里喝，那就像是想用水来溶解油漆，根本不可能成功。但是，如果你加入1小时椰子油、苦茶油或橄榄油，姜黄素就能顺利溶解在油脂里，跟着脂肪一起被肠道吸收，进入血液循环。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印度料理会把姜黄和油脂一起烹煮，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秘密。现在让我教你最简单、最有效的黄金比例，完美配方：姜黄粉半茶匙，新鲜研磨的黑胡椒1/4茶匙，椰子油或苦茶油1小时。使用方法：姜这3样混合在一起，加入温水或无糖豆浆冲开，在睡前90分钟饮用。为什么是睡前90分钟？因为这样能让姜黄素在你准备入睡时达到血液浓度的高峰，开始发挥抗发炎、放松神经的作用。记住，搭配健康脂肪，就像是给姜黄一辆专属的运输车，确保它能顺利到达需要的地方。从今天开始，不要再浪费你那罐姜黄粉了，用对方法，让每一克姜黄都真正发挥作用。这不只是省钱，更是对你的身体负责。当你开始感受到深层睡眠带来的修复力量，你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当你知道怎么让姜黄真正被吸收，接下来要学会的是让你的大脑也放松。因为睡眠不只是身体的事，更是心理的事。很多人躺在床上，身体虽然累了，但是脑袋还在转个不停，想着明天的工作，担心孩子的功课，回想今天谁说了什么话。这种状态下，就算你吃再多助眠的东西，也很难真正进入深层睡眠。所以接下来这个方法不只是让姜黄发挥效果，更是要教你建立一个睡前仪式，让你的大脑知道现在该关机了，该休息了。这是一种温柔的提醒，一种给自己的睡前礼物。而这个礼物就是一杯温暖的黄金牛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流传了几百年的古老智慧。古印度流传几百年的睡前饮品，现在在台湾也能自己做。这杯饮料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做黄金牛奶。在印度被称为 Howdy Doodle， 是阿育吠陀医学中用来帮助睡眠、修复身体的经典配方。为什么它这么有效？让我用科学的角度解释给你听。第一，姜黄素能降低大脑内的发炎反应。很多人不知道，慢性失眠其实跟大脑的低度发炎有关。当你的大脑处于发炎状态，神经传导物智慧失衡，让你焦虑、烦躁、睡不好。姜黄素能够抑制这些发炎因子，让大脑慢慢平静下来。第二，温热的牛奶提供了睡眠信号。温牛奶里含有色氨酸，这是制造褪黑激素的原料。当你喝下一杯温暖的饮品，体温微微上升，然后慢慢下降，这个过程会告诉你的身体该睡觉了。第三，香料能稳定血糖。肉桂和生姜这些香料能帮助稳定血糖，避免半夜因为血糖波动而醒来。这就像是一首温柔的催眠曲，让你的神经系统慢慢静下来，进入睡眠的节奏。黄金牛奶配方：牛奶、豆浆或燕麦奶180毫升，姜黄粉半茶匙，肉桂粉1/4茶匙，少许黑胡椒，蜂蜜1小时，等放凉后再加。制作步骤：将牛奶加热到微温，不要煮沸。加入姜黄粉、肉桂粉、黑胡椒，搅拌均匀。等温度降到可以入口时，加入蜂蜜。慢慢喝，让温暖从喉咙流到胃里。
最佳时间睡前60到90分钟，连续喝3个晚上，你会感觉到身体慢慢记得该休息的节奏。这不只是一杯饮料，而是一种自我照顾的仪式，一种对自己说你值得好好休息的温柔提醒。有些人的问题不是睡不着，而是会被身体叫醒。特别是中年以后的男性朋友，你们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点、3点、5点，膀胱一次又一次把你叫醒，每次都要起来上厕所，回到床上又要重新花时间才能再睡着，结果一个晚上醒来3、4次，早上起床比睡前还累。这不是你喝太多水，也不是你的肾有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前列腺的压迫和发炎导致夜间频尿。随着年纪增长，前列腺会逐渐肥大，压迫到膀胱和尿道，让你一直有没尿前进的感觉，半夜稍微有一点尿意就会醒来。这种状况不只影响睡眠，长期下来还会影响情绪、记忆力，甚至心血管健康。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天然的方法可以帮助改善这个问题呢？这个方法结合了姜黄的抗发炎特性和另一种被科学证实能帮助男性泌尿系统健康的天然油脂冷压南瓜籽油。让我教你怎么做。半夜醒来上厕所，你不是一个人。根据统计，超过1半的50岁以上男性都有夜间频尿的困扰。这不是你的错，也不是老化一定要承受的痛苦。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你改善这个问题。这个方法叫做夜间守护者，结合了姜黄的抗发炎功效和南瓜籽油对泌尿系统的保护作用。为什么南瓜籽油有效？南瓜籽油含有丰富的锌、植物固醇和 Omega-3 脂肪酸，这些成分能够减少前列腺的发炎和肿胀，平衡男性荷尔蒙，减缓前列腺肥大，强化膀胱肌肉，改善尿流。当你把南瓜籽油和姜黄结合在一起，2种天然成分会产生协同作用，一个抗发炎，一个调节荷尔蒙，双管齐下，帮助你重新找回一夜好眠。完整配方：冷压南瓜籽油1汤匙，强化吸收配方姜黄粉半茶匙，已含黑胡椒。使用方法：在睡前2小时服用，可以直接喝或加入温水中搅拌。记得要用冷压的南瓜籽油，营养才不会被破坏。观察周期：连续使用2到4周，记录你每晚起来上厕所的次数。很多人在第2周就开始感觉到改善。重要提醒：如果症状严重，请务必先就医检查。这个方法是辅助，不能取代正规治疗。如果你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使用前请咨询医师。这个方法的美妙之处在于，它不只是针对症状，而是从根本改善发炎和荷尔蒙失衡的问题。很多使用过的朋友告诉我，他们不只是夜尿减少了，连白天的精神都变好了，因为终于能睡一个完整的觉。如果你也有这个困扰，请在留言区打上“我也在改善”，让其他有相同问题的朋友知道，他们不孤单，而且有方法可以改善。睡眠是每个人都应该拥有的权利，不要因为年纪增长就放弃追求好好睡一觉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教了你4个方法，从外敷放松到内服吸收，再到睡前仪式，还有针对夜尿的守护配方。每一个方法都有它的作用，每一个都能单独使用，也可以互相搭配。但是接下来我要教你的这个方法是所有方法的集大成，这是一个浓缩了姜黄所有精华的配方，也是许多长辈最爱、效果最持久的方法。它叫做黄金浓缩膏。这个配方把我们前面提到的所有关键元素——姜黄、黑胡椒、
健康、脂肪全部整合在一起，做成一罐可以保存的浓缩膏。你只需要做一次，放在冰箱里就可以用2到3周。每天睡前1小时，简单方便，而且效果最强。如果你只想选一个方法长期使用，我会建议你选这个。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压轴的黄金配方。这是所有方法的集大成，一罐放冰箱，3周好睡。黄金浓缩膏是把姜黄、黑胡椒和健康脂肪以最完美的比例结合在一起，制成一种高浓度、高吸收率的天然助眠配方。为什么这个方法最有效？因为它解决了姜黄使用上的所有难题，吸收率最高，黑胡椒减提升吸收20倍，作用时间最长，油脂让姜黄素在体内停留更久，使用最方便，一次做好，每天只要舀1匙。这就像是把一座宝库的钥匙、地图和通行证全部整合在一起，让你可以完整地获得姜黄的所有好处。完整配方：有机姜黄粉半杯，纯净水1杯，新鲜研磨黑胡椒粉半茶匙到2茶匙，依个人耐受度调整。有机椰子油1/4杯。详细制作步骤：准备阶段：准备一个小锅和木质，搅拌时确保所有材料都是有机、无添加的。烹煮阶段：将姜黄粉和水倒入小锅中，开小火，持续搅拌，煮7到10分钟，直到形成浓稠的膏状。过程中要不停搅拌，避免烧焦。混合阶段，关火后，立刻加入椰子油，搅拌均匀，让油完全融入。最后加入黑胡椒粉，再次搅拌。保存阶段，倒入前进的玻璃罐中，放凉后盖上盖子，冷藏保存，可以放2到3周。使用方法与剂量：初期剂量1/4茶匙，观察身体反应。1周后如果没有不适，增加到半茶匙，最大剂量不超过1茶匙。最佳时间：睡前90分钟。服用方式：直接含在嘴里，慢慢融化，或加入温水、温豆浆中。避免夜尿的5大黄金法则：控制液体总量。睡前饮用的液体包括黄金膏，不超过180毫升。时间管理：睡前90分钟服用，给身体足够时间代谢。避免利尿饮品，晚餐后不喝茶、咖啡等利尿饮品。是双重排空法：睡前先上一次厕所，5分钟后再去一次，确保膀胱完全排空。5. 建立生物节律，每天固定时间服用，让身体习惯这个节奏。这个配方的科学基础：当姜黄素、胡椒碱和脂肪以正确比例结合，会产生最佳的生物利用度。研究显示，这种配方能让姜黄素在血液中的浓度提高到原本的2000倍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身体终于能真正接收到姜黄的修复力量，它会进入你的细胞、你的神经、你的大脑，从内而外地降低发炎、平衡荷尔蒙、调节睡眠周期。这不只是姜黄，而是让身体重新进入修复节奏的自然开关。很多使用这个配方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在第1周就感觉到差异，入睡变快了，夜醒次数减少了，早上起床不再腰酸背痛。到了第3周，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深层睡眠带来的清爽感，身体磅礴，找回了年轻时的修复能力。这就是黄金浓缩膏的力量。如果你听到了这里，我想对你说一句话：深层的睡眠不是奢侈，而是你的身体应得的权利。你不需要忍受每晚辗转反侧、半夜惊醒、早上疲惫不堪的日子。你值得好好休息，值得让身体真正修复。今天我教了你5个方法，
姜黄热敷，从外而内放松。黑胡椒加脂肪，开启吸收开关。黄金牛奶，建立睡前仪式。南瓜籽油配方，守护夜间安眠。黄金浓缩膏，集大成的压轴配方。你不需要全部都做，选一个最适合你的，从今天晚上开始试试看。给自己3天的时间，观察身体的变化，记录你的睡眠品质、夜醒次数、早上的精神状态。我相信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自己。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按下喜欢，订阅我们的频道。更重要的是，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也有睡眠困扰的家人朋友。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打算先试哪一个方法，你的经验也能帮助其他人。记住，改变需要时间，但每一个小小的努力都在让你的身体往更好的方向前进。重要声明，本影片仅供健康资讯分享，并非医疗建议。如果您有慢性疾病或正在服用药物，使用前请先咨询您的医师。谢谢你的收看，祝你今晚好眠。